嗱，我覺得咧，我哋係我哋係男人嚟嘅，我哋講咗出嚟係遲拍就遲拍。卡嗰啲級，而家咧我哋終於嚟到龍大嘅廟屈辦區，咁咧喺泰國嘅東部。而家咧我哋啱啱由東面嗰邊咧嚟到間廟度啦，11點幾，師傅咧仲未食飯嘅，我帶大家入去見下師傅，因為之前咧有慈善拍賣，咁今日咧我哋嚟到呢個目的咧，要將啲善款咧交翻俾阿師傅。咁阿師傅攞啲錢嚟做咩咧？要起呢一度嗱，大家見到呢個應該有我諗10層樓啊，6層樓咁高嘅一個成個東部最大嘅龍坡墮嘅佛像。咁所以咧，你哋上一次除咗買到老虎仔之外啦，而且你哋今日咧，我會帶大家做埋功德。呢度有125000泰銖，好冇啦？呢度啲名，我哋而家一齊入去揾阿龍達。咁今日咧，我需要2000蚊一隻。咁段故事咧有少少長，你聽我講完晒，你有需要嘅就加一。所有嘅即係你除咗會有一隻老虎之外咧，你哋嘅錢咧會用你哋個名咧攞嚟捐俾佢。嗱，我覺得咧，我哋係成年人，我哋係男人嚟嘅，我哋講咗出嚟係遲拍就遲拍。嗱，我哋俾大家再望一望張紙啦。呢度咧有 Super Rich 嘅匯率㗎啦，係最高嘅匯率嚟嘅4.08。咁樣呢度 total 12,400銖 OK อนุญาตขอหลวงตารับปัจจัยหน่อยพอดีมาจากฮ่องกงแล้วก็มีเพื่อนๆเขามาถวายให้หลวงตาสร้างวัดสร้างพระแล้วก็จะมีชื่ออะไรพวกนั้นต่างๆอยู่แต่อยู่นี้หมดเลยทั้งหมดอาจจะมี100,000 กว่าบาทมี120,000嗱啲錢咧我交咗俾師傅㗎啦已經啱咧，你哋所有嘅善款咧1分1毫都冇少咧，交晒俾龍大噶啦。嗱呢度咧好熱，40幾度。老和尚咧80幾歲，咁佢都每一日仲喺度雕啲老虎。呢度嘅老虎咧叫蛇生核，即係解幫助起廟嘅老虎。有好多人請咗翻去咧，有好多事蹟啊，關於錢啊、偏財啊、正財啊、將財運生意方面都好有幫助嘅，亦都係呢間廟嘅signature。咁如果你哋邊一個都好，有請到呢個師傅嘅老虎拎咗翻去，覺得財運好的話咧，記得翻嚟呢度咧捐下廟，因為師傅咧而家都仲有尊大佛，其實但係好接近完成㗎啦，佢好希望可以將佢完成咗佢，好冇？我係 AT 香港泰佛行，多謝你哋，學馬觀塔。